自2026年4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仰坚定，也会当激励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3章第1节到1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3章。所以，阮等袂牢，决定干焦阮留伫雅典，就找阮的兄弟，嘛是为着上帝传基督福音的同工提摩太去恁遐，来鼓励恁，坚固恁的信心，互恁中间无人因为所拄着的苦难跌到动摇。恁家己知，阮拄着苦难是上帝的安排。阮要甲恁做伙的时，有先甲恁讲起，阮会受苦难，后来真正有发生，这是恁所知的。因为安尼，我等袂牢，才找提摩太去恁遐，爱知恁的信心安怎，才免恁受试探者迷惑，跌到阮伫恁中间会劳苦落空。现在提摩太已经对恁遐倒来，将关系恁的信心甲疼心的好消息报阮知，佮甲阮讲恁时常伫少年阮，爱甲阮见面，亲像阮爱甲恁见面。因为安尼，兄弟姊妹，伫一切的患难甲困苦中，阮有对恁的信心得到安慰。恁若对主有坚固的信心，阮才会当讲现在有真正得活。阮伫上帝的面前，因为恁来欢喜，对这一切的欢喜，阮着安怎感谢才有够额？阮每日迫切祈求通见恁的面，来补足恁信心的需要。愿咱的天父上帝甲咱的主耶稣，甲阮开路，通去恁遐。愿主互恁相疼甲疼众人的心一直加添，亲像阮对恁的疼有哪加添。安尼，伊会互恁的心坚固，伫咱的主耶稣甲伊的众信徒来临的时，伫咱的父上帝的面前圣洁无通嫌。阿们。信仰坚定，也会当激励人。保罗期待甲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见面，因为伊真思念因，佮指出因是伊的希望甲喜乐。当主耶稣佮再来的时，因也会是伊所会当夸耀的冕旒。保罗表示，进前伊担心帖撒罗尼迦信徒会因为迫害沦落，所以派提摩太转去坚固因，希望因无失去信心和落入魔鬼的诱惑。后来，提摩太带回好消息。保罗对这知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常常思念伊，而且信仰坚固，对这感觉安慰。佮讲这，互伊和众同工伫一切患难中得到鼓励甲活力。保罗为这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借着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坚定信仰，互保罗等得到喜乐。保罗望会当重回帖撒罗尼迦坚固因的信心，愿主互因彼此相疼，甲疼众人的心日益增长。伫主搁再来的时，会当伫上帝面前圣洁无通嫌。真侪头家人和主管对激励这个课题感觉困扰，也因为安尼，安怎互员工甘愿努力工作？伫管理心理学的顶面有真侪讨论，
有学者研究发现，过去欧美式管理常常以加薪也是升迁来处理，但是员工反而容易因为薪资换头路。日本式管理却有无同的结果。原来早期日本企业下班的时，各界主管甚至会徛在门口向员工感谢，互员工感受到家己的价值，变成一种激励方式。这互过去的日本企业员工真少流动，因为公司就亲像一个大家庭。现今日本企业检采有寡变动，但是日本式管理后来也影响美国科技公司 IBM 的管理模式。IBM 开始推动员工通表达意见的管理方式，进而促成参与式管理，甚至后来发展做开放空间讨论等方式。强调毋是只有高阶主管才会当决定公司的一切事务，互人感受到家己的价值是一种激励人的重要方式。保罗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信仰的坚持受激励，伊讲教会的成长是伊的冕旒甲荣耀。对伫第一线付出心力的牧者和同工来讲，真正的鼓励绝对毋是社礼，也是职务的提升，是信徒的信仰会当稳固甲成长。当咱愿意伫信仰上受培育学习，不但对家己的信仰成长有益，也会当鼓励教导咱的人，搁激励搁较侪的人做伙来学习。伫教会常常看见一种现象，就是信徒受邀请参与服侍的时，常常因为欠缺经验，也是相关背景，就毋敢担责任服侍。教会若会当互人伫服侍中感受到家己的价值，相信会鼓励搁较侪兄弟姊妹乐意出来服侍，甚至促使教导者本身搁较进步。日常伫教会服侍的时，我是毋是因为看见兄弟姊妹的成长受激励？当我的信仰有成长，是毋是也会激励捌带领教导过我的人？伫教会服侍的时，我是毋是因为看见兄弟姊妹的成长受激励？当我的信仰有成长，是毋是也会激励捌带领教导过我的人？咱来祈祷，主爱上帝，求你帮助我有坚定的信仰，搁有所成长，互教导过我的人会当感受到家己侍奉的价值。求主帮助我，伫服侍中也会当因着兄弟姊妹的成长得到激励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